多新的啊！好的，你谢谢。OK， 去帮忙啦！你4点了吗？你4点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姐好久不见，好的，Thank you so much， 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小弟终于回到歌台了，那谢谢大家大姐的红包，谢谢你们的听堂，安排大家这首最棒棒，谢谢。感谢，谢谢。
节、美丽节，早早就点了，老师，我们来这首《轻轻的爱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